運輸署同埋新巴都表示，今朝早嘅運作大致正常，巴士大致上可以準時開出。張應英而家就喺灣仔碼頭嘅巴士總站嘅。張應英啊，新巴已經運作咗成朝啦，啲市民覺得點呢？咁其實今朝早咧有唔少嘅市民呢，以前係搭開中巴㗎，咁今日就轉搭新巴試下新嘅服務啦。咁不過有啲市民呢就投訴，咁即使係搭新巴嘅新車咧，冷氣就唔係好夠啦，咁又焗又熱㗎。咁而一啲學生就話擔心新巴咧今日第一日接駁會有少少混亂，咁所以佢哋都特登早啲出門口返學㗎。咁詳細嘅情況呢，由廖宗平講下。黎太朝早帶埋讀5年班嘅仔，特別提早咗10分鐘出門口。不過佢話等車已經比平時耐咗，上到車嘅時候新車嘅環境又唔係咁理想。我覺得咧應該你冷氣巴咧應該就係涼嘅，但係而家好似焗氣咁。咁你有咁多時間俾你準備，應該睇下部車先至開啊嘛，係咪咁？啲機器新嘢運作唔得，咪蠢咗㗎啦。肯定俾人炸型。係啊，真係下成個練功都有時冇。係啊，入廠啦，入廠啦。咁而喺華富村，由於有部分路線係取消咗，雖然新巴係貼出咗一啲路線圖，但係有乘客都唔係好清楚。邊條路啊？即係以前504咁行啦，504咁，跟住唔上置富，就唔去到灣仔碼頭。喺中巴做咗28年，3年前由司機轉咗做稽查嘅劉遠雄，朝早5點幾已經由柴灣開始一路巡站去到華富村，睇下每個站嘅車夠唔夠，準唔準時。由中巴過渡去新巴嘅第一日，佢話華富村呢度冇特別加開多車，不過班次就比以前密咗。我以前咧就冇個司機咧就打交叉就唔開啦，呢架車停開啦。但係依家就唔係話。今日提早2個鐘，你唔關我可以俾第2個做嘅啫嘛。咁佢話覺得新公司嘅制度好得多。以前嗰個司機就話晒事嘅，我哋嗰啲稽查同站長咧成日俾人恰，又冚打冚殺嘅，唔同嘅。依家咁我哋公司咧一定要揸正嚟做嘅啦。而雖然依家壓力大咗，佢話相信會比以前做得更加好。無線電視記者廖宗平報導。咁而新巴咧就接辦咗中巴88條巴士線㗎。運輸局就表示咧，今日嘅運作係非常之順利㗎。依我哋記者所見呢，亦都冇乜混亂嘅情況。由黃淑明報導啊。喺多個港島區巴士總站，包括華富村同北角，即使係朝早嘅繁忙時間，都見唔到有人龍喺度等巴士。一啲巴士分站亦都睇唔到有乘客逼唔到上車嘅情況。對於今朝早嘅順利運作，運輸局局長吳榮輝亦都恭喜咗新世界巴士主席鄭家順。今日已經係一個好明顯、好嘅開端、好嘅開始。呢一方面呢，我有100%嘅信心咧，新世界第一巴士公司咧一定可以符合到政府為今次新專營權所定下嗰個嘅目標。不過喺小西灣就見到新巴同城巴嘅競爭。呢度最多人搭嘅係去中環嘅788號線，人龍排到過新巴8號 P 特快線嘅泊位，一度引起咗雙方嘅爭拗。車長嘅層次咧，可能佢哋未必完全掌握到嘅情況，咁呢個亦都係無可厚非。咁但係我諗我哋一定會盡快咧，就同2間公司就協調。新巴亦都話會同城巴多作協調。新巴又表示今日運作成功，部分係要多謝中巴最後肯合作。而新巴係計劃喺2年內買500部新嘅冷氣巴士，取代晒舊有嘅中巴，並且喺1年內唔會加價。無線電視記者黃淑明報導。咁而新巴交接咗冇幾耐呢，就發生咗宗交通意外，意外中係冇人受傷㗎。至於通宵交接嘅情況，由魏以山報導。中巴嘅尾班車2號線由筲箕灣去中環，11點59分開出。係住咩心情揸呢班車？小心啲，唔好出事。班車有幾個乘客㗎，佢哋都係專登嚟搭尾班車。踏入9月1號，工作人員立即喺巴士上面貼上新標誌。新巴亦都同地政總署簽署文件，接收黃竹坑同埋堅尼地城嘅車廠。所有巴士陸續喺車廠度加油同埋檢查。至於新巴向中巴租用嘅柴灣車廠，交接就比起預期慢咗大約1個鐘頭。班轉職過嚟嘅新巴員工
第一件事就係着住新制服影翻張相。睇唔到你嘅。而新巴嘅頭班車就喺0時15分喺小西灣開出。好多人一早嚟排隊。喺開車之前，司機仲收翻工開工利是。不過喺新巴交接之後冇幾耐就發生交通意外。0時20分左右，一個23號冇載客嘅新巴喺駛翻去杏花村一個停車場嘅時候，懷疑因為駛錯入一條掘頭巷，司機褪車嘅時候撞到一部停喺路邊嘅運油車，車上面只係得一個60幾歲嘅司機，並冇受傷。無線電視記者魏爾山報導。咁運輸署就表示咧，今朝早新巴大部分嘅班次咧都係準時開出㗎。咁而新巴咧，亦都係一啲冇地鐵到嘅學校區咧，係加咗特別車㗎。咁而疏導今朝早返學嘅人潮。咁我呢個報導告一段落啦，交翻俾你黃慶洲。